今日我要用60秒介紹一款有助事業、學業、財運、對應心輪變得更加幸運嘅水晶——沙弗萊。大家都見到啦，呢款水晶呢就係綠色嘅，綠色屬木，象徵生機同發展潛力，適合希望突破事業嘅人啦。同時綠色都代表財富，因此佢都有被認為係有助於招正財、增強貴人運嘅幸運水晶。沙弗萊嘅綠色都同心輪相關㗎，被認為有助打開心扉、接納自我、改善人際關係、增強同理心同溝通能力。大家有冇見到係 bling bling 閃喎？冇錯啦，亦都係呢種明亮嘅光澤，被視為可以驅逐負面情緒，帶俾我哋開心同自信，舒緩壓力同焦慮。哈哈，其實講到呢度好似就已經就係60秒，但我唔理啦，我要講多10秒。沙弗萊色彩濃郁，正度高，超級具有收藏價值，喺公眾場合或者係商務場合戴係最合適嘅。唔單止可以提升個人魅力，仲可以令到自己變得更加順利幸運。講到呢度我就唔多講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多啲留意我哋嘅 post，仲有 Facebook 直播，更多好嘢等緊你。